今次我哋嚟到東涌藍天海岸，呢個單位600尺左右，3房1廳，4個人住，現代簡約風，會唔會都係你嘅心水？入門位置夠闊落，所以兩邊都可以做儲物櫃。呢一邊考慮到開門方便，就做咗窿窿板，可以掛外出嘅外套、包包，夠晒就手。連住嘅獅子櫃，下邊中空位就可以擺拖鞋啦。上邊嘅中空位就擺翻啲洗手液之類嘅日常用品，方便屋企人出出入入。咁另外一邊呢，就做咗換鞋凳，連住一個餐邊櫃。啲零食擺喺度，想食就隨時攞到啦。電視櫃就做得比較簡單，主要都係整多啲儲物格，用嚟做收納。跟住我哋入房睇下，首先就係主人房，靠窗做返個地台床，就可以慳出空間，喺兩邊做書台同埋梳妝台。咁樣做嘢化妝互不影響啦。跟住就係囡囡房，考慮到實用同美觀，我哋就沿住地台床做返個大圓弧書台，咁樣就多出個小書櫃同埋到頂衣櫃嘅空間啦。咁另外一間細房呢，都係做咗地台床同埋書台櫃、到頂衣櫃。因為空間比較細，需要嘅儲物量比較大，所以就做咗2型櫃，一邊用嚟擺衫，一邊做開放格擺嘢，就啱晒啦。全部家私睇晒啦，如果你都有需要做家私，就 PM 我哋啦。